安尼，好，过来，安尼，切安尼就好啊。厨房里这对母子形影不离，母亲彭张雪杰研发的私房菜正在传授给儿子彭柳青。大火快炒，每一道私房菜也炒出浓浓的客家情。这户人家从新竹竹东客家庄搬来彰化田尾经营餐厅，客家料理也带过来。鸭血炒青菜和鸭肉，有淡淡的麻油香，软嫩入味。客家和闽南味道融合，不冲突，反而更美味。食材不浪费，十足展现客家精神。刚酿好的树子和苦瓜拌炒，这一道树子苦瓜外表有光泽，口感清爽。几样菜色看似平凡，在坊间不太容易品尝得到。这是彭阿嬷的私房料理。上无啥好做的来这间店，做看卖。我不会讲客家话的啦，但是料理啊哈，都有传承下来，这些阿嬷那都传承下来这样81岁的彭阿嬷很害羞，儿子抢一步帮忙介绍。客家话不太记得，但他们没有忘本。餐厅灯笼高高挂，桌上和墙上摆设都是熟悉的客家花布。我不要忘本嘛，给年轻人知道，客家的美食啦、传统啦，整个会流传下来，是这样。他们来自客家庄，热情好客的性格从没改变。你高雄来的嘛？哈，对。哇，真好，这我妈妈。经营餐厅20多年，每天都像这样和客人寒暄问候。私房菜也有新花样。有客人也会提供我们说，这既然你们卖的是私房菜，他们也有客人也有自己的私房菜。一点佐料，一份食材，烹调一道道客家私房菜，让客家香味越飘越远。咸蛋茄子。阿寻阿嬷的私房菜融合客家味，加入客家情，做儿子的细心琢磨，传承上菜，在花布环绕的食堂品尝我的感动时刻。